我是赵教练，我身边这位是世界冠军张思全，现在让他给大家展示一套童子功，大家看看怎么样？走，提起来就过，对，好走，1、2，对，加速，漂亮，提出来，行，漂亮，够加速，1、2，往前走，对，往前走，给我打直，对，漂亮，好，走，对，好点，好，上，摆头，眼睛看前，瞪大，往下推脚，眼神，别光，蹬，30，朝前蹬，走，动，站直，手球，漂亮，动，推出去，手往里贴，再转，好，偷子迈空，下，对，手加速4圈，对，1，到这来，2圈，2，对，不错，3，好，最后1圈，4，好，起，好，拉开，拉，眼神，操，开动，来，走，奔，哈，眼神，好起，好起来，不错啊，非常棒。